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可能捌听人讲，形容话人欠天欠天，会讲这人空坎空坎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条做坎，坎坎第二条空坎的坎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坎有呆呆戆戆的意思，有时阵也会淡薄仔冲撞。咱讲这个人坎坎，坎头坎面，某人讲是坎头坎面，岩头岩面，挖紧酷酷，呆呆戆呆，坎大呆。颠倒边的意思就是巧巧神、巧气甲巧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空坎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空空戆戆无成功；第二个词读做坎话，意思就是戆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变成集团的人明明讲坎话，大型坎挂保证，讲投资一定百面赚，这么哪有可能？结果也是有一寡被害者真空坎，互诈骗集团骗甲戆戆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坎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